后来继续来看郭台铭，结束掉美国的行程，昨暝来回国。记者甲问讲，是毋是要宣布着后一步独立来参选总统？伊无正面来回应，敢若讲会找时间甲大家做详细报告。另外，中法院的议长谢展霖，伫退出着国民党了后，今仔日第一届来露面，伊讲。郭台铭若是独立来参选着总统，伊未来加入着郭台铭的阵营，因为这是违背着甲民进党落架的主流的民意。访问美国的行程结束，鸿海创办人郭台铭昨登来到台湾，未来举动搁再一遍引发着关注。有一段比较重要的，我想会找个时间最近。向大家都会详细的报告。是不是宣布参选？郭台铭无正面回应，传出可能的3个时间点，分别是今仔日下晡的新册发表会，8月23金门炮战的纪念日当天，或者是9月19全国人事进前。天贵派有人认为，伫5月17了后，拖伫要3个月，应该赶紧宣布；嘛有人认为郭台铭应该先伫地方继续走总，累积支持力量。严格国民党的总统参选人侯友宜的阵营，昨宣布以员工做主第一竞选影片，强调重视承诺。黄介水是咧向贵党的发声。我没有看到那一段，我不好评论。郭台铭今仔日下晡会参加新册发表会，明仔载会伫屏东举办头一场的大造势，目标是15000到2万人参加。我认为是宣布独立参选的暖心。假如郭董事长成为了被联署人，甚至于参选的这一个部分，我想我们的整体的策略一定会调整。中华县议长谢展霖退出国民党了后，今仔日接受广播节目的专访，讲郭台铭若是独立参选，伊就被加入郭台铭的阵营。独立参选就变成是郭台铭一组嘛，侯友宜一组嘛，然后柯文哲一组嘛，那这种的民意就是违反了下架民进党的那个大框架嘛。当然我们第一首选是他，整合不了劝他是不要选。如果整合不好，你干嘛去徒劳无功做这些事情？很清楚嘛，只要分裂就是让赖清德躺着选嘛，让民进党放鞭炮嘛。动作不断，再加上地方势力来表态，后也未宣布参选的郭台铭，刷大概一举一动拢会参2024总统的选情连小我。Hello， 我是易景，想要抢先掌握最及时的新闻资讯吗？赶快订阅、按赞、开启小铃铛，锁定华视新闻的 YouTube 频道。